各位兄弟平安，咱真欢喜伫山顶，甲咱兄弟三脚来敬拜上帝。顶礼拜是圣神降临节，咱已经通过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的了解，咱看见当圣神降临伫遮个初代教会的信徒中间的时阵，即阵使徒因会当讲起逐样的腔口，因的乡谈。会当甲遮个无熟悉对逐所在来的人，遮犹太人来甲因讲起上帝的大作为。今日咱看到《使徒行传》第10章，应该完整看是看规章，不过咱体量疏忽，读遮长，所以咱敢若读几节。不过今仔日讲道，咱要做伙来看第10章真要紧的讲述。咱知影，犹太人认为上帝敢若竞选犹太人，包括初代教会遮个使徒，遮个群体耶稣基督的信仰群体，也拢主要是伫犹太人的中间。遮个耶稣基督学生捌看见耶稣拍破地理的交界，伫外邦传福音。总是因家己亲身也未经验到福音要传到外邦的经验。咱对第2章看了，直接跳过来第10章，其实其中还佫有真侪有关福音宣扬的故事，拢会通看到一个卡则，就是初代教会的遮个耶稣基督的信仰群体，因已经开始经验到福音要宣扬到伫外邦，总是他确定的理解，甲实际上的经验，迄是无相款的。今仔这段经文。咱就看伫初代教会真要紧的教会领袖彼得，家己亲身经验到圣神主动发动即个宣教。咱对头到尾第10章的故事看到了，咱拢发觉到主角毋是彼得，主角毋是哥尼流，主角是圣神。所以咱有捌提醒过。使徒行传叫做使徒行传，有真侪神学学家因认为爱甲伊改名，叫做圣神行传，因为使徒行传，互人感觉是使徒做中心，咧做遮个宣教的工作。总是整个使徒行传看到了，其实是圣神主动做工的卡则。伊只是通过人初代教会遮个信仰群体所行遮个宣扬的工作。总是你若注意看，逐摆若发动宣教的行动，就是圣神主动，圣神主动，圣神主动降临伫遮个使徒的身躯顶，互因讲逐样的开口、腔口。圣神也临到伫腓力的身躯顶，互伊传福音，互埃提阿伯的太监，互伊有捌福音，将即个福音带到非洲。咱若看见今仔日是圣神催逼彼得，感动哥尼流，互因即2边的人会通相拄。咱若搁看落去，保罗经验到圣神的大改变，催逼伊伫外邦做宣扬福音的工作。真侪人误解，使徒行传是保罗行传，因为逐摆查经的时阵，拢甲焦点放伫保罗第1届巡回旅游布道，第2摆、第3摆，然后去到罗马，咱拢记遮个代志。
抓准讲是保罗做主体。不过今仔即个经文真要紧，若无彼得的经验，保罗无可能伫外邦做宣扬福音的工作，因为迄时的保罗原来叫做扫罗，伊只不过是一个拄拄受呼召，圣神改变伊教会一个小可新的传教者。总是彼得伫主耶稣基督国活了3摆问伊：你有听我赢过遮的一切？你有听我吗？彼得3摆甲主讲：主啊，是啦，我听你。这咱伫几礼拜前有讲过，咱知影彼得3摆毋认主，主3摆问伊：你有听我？今仔日这段经文真特别，圣神差遣使者3摆，互彼得看见一幅景象。这个景象就是对天日降落来，有一百部白四个锁，四角都有白，对天顶坠落来。迄拄拄是中昼时啊，彼得去祈祷所看到的一幅异象。有人咧笑讲啊，因为彼得伫厝顶祈祷啦，啊，伫楼骹吼有人咧煮中昼顿，啊煮食伤芳吼，害伊腹肚枵吼，啊煞安尼血糖降低，乌白乱想啦。圣经记甲真详细，当迄北部坠落来的时阵，内面有地上逐类的四骹的兽，也有通拖甲天中的飞鸟，阁有声音甲伊讲：彼得起来，刣来食。14节，彼得应讲：主啊，断毋通，因为见若粗俗的物，甲无清气的，我袂捌食。迄圣经教示旧约圣经交代这粗俗的、无清气的，我拢毋捌吸过，我袂捌食。因为咱知影旧约圣经有交代，伫迄个时阵，因的律例有规定，这个四骹的兽，包括通拖天顶咧飞，拢袂通食，因为伫食物顶头的分类，因知影迄是无清气，所以彼得毋捌食，伊就安尼应。总是，阁有声音对伊讲：上帝所互伊清气，你无得掠做粗俗。安尼的情景，布坠落来，看见对话，然后阁去哩，阁第2摆阁落来，阁对话，阁去哩，第3摆阁落来，阁对话，然后阁去哩，连续3摆，彼得听到声音，上帝的使者讲：上帝所互伊清气，你无掠做粗俗。了兄弟，这段话真做初代教会改变因对外邦人的看法，改变福音宣扬的策略，改变因伫初代教会会通拍破迄个界限，拍破因犹太人自我中心、优越感的界限，开始将教会门拍开，接纳外邦人会通入到教会。这是对彼得的经验开始，然后改变初代教会领袖伫11章有记载，后摆有机会，咱才搁来讲11章的部。这段经文真趣味，头前有真长的讲述，圣神毋是先做工伫彼得，催逼彼得去甲人传福音，毋是，真趣味的，圣神先临到伫即个外邦的军官哥尼流，伊是意大利营的霸总，伊手下管真侪兵，伊是一个军人，真清楚是外邦人，住伫该撒利亚，
伫伊咧祈祷的时，下晡3点祈祷。伫院上中间有看见天使来对伊讲话啊，讲哥尼流啊，伊则错一句，主啊，有啥事啊？有啥事？这天使就甲讲，你的祈祷，你的亲戚已经上到上帝的面前，做纪念。简单讲，上帝已经看见你的祈祷，你的敬虔，看见你的疼心，真济人。所以，当你就爱找人去约帕。对该撒利亚找人去约帕，就是落人。该撒利亚伫北，爱落人，然后去一个住伫范培师傅西门的厝，去遐找一个叫做彼得。原来是圣神先感动哥尼流，知影上帝有欢喜接纳伊所献的伊的祈祷，然后交代哥尼流派人主动找彼得。所以你看这个宣告，是要捌上帝的人，要捌耶稣的外邦人，大声有圣神做工，这就足奇怪。伫传统上，咱拍算无法度接受，遐无信耶稣拜妈祖的人，竟然有圣神甲伊三甲彼得，敢有？教会历史的故事伫台湾捌发生过，敢毋是？沿海地区有个人拜其他的神明的，竟然也有神感动伊，叫伊去找隔壁教会，去找耶稣啦，去找耶稣。拄着困苦病痛，去找耶稣啦。咱知影，伫平湖7米下架的见证，就是真有名、真水，上帝圣神主动做工的一个见证。有机会，咱才去详细来讲。原来上帝已经接纳这个外邦军官哥尼流的祈祷，甲伊的疼心真济颂扬啦。所以，爱伊进一步认捌主耶稣基督的信仰，所以就要求伊找遣人去到约帕找彼得，邀请彼得来伊的厝讲解上帝的话。所以，伊就派人去约帕找彼得。人还未行到到。彼得看见异象，当伊看了咧周图，到底上帝互我看到即8景象，即个异象到底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上帝所互伊称去的？你无得掠做初相。彼得想袂晓，拍算你思考神学问题，到底洗礼是什么意思？到底圣餐饼甲杯代表什么意思？也阁想袂晓。啊，旧约圣经内底讲遐个粗俗的、无清气的袂通食。啊，即摆哪会讲会通食？啊，哪会上帝的声音对上帝遐来的使者甲伊讲会通食？因为上帝所清气的，无得掠做粗俗。奇怪，想袂晓，想袂晓。若用即摆话讲，家里文毋知安怎讲吼。啊，马丁路德毋知安怎讲吼，还搁咧想这个神学问题。总是，当伊搁咧想的时阵，伫遐张图，敲敲敲，敲敲敲，圣神催逼车来的使者到啦，伫遐敲门，啊，请问有一个叫做彼得的无？请问敢有彼得住伫遮？这个时阵，人还未来甲伊叫，楼骹咧拢门，圣神阁有声对彼得讲：有3个人在找你，3个人，圣神甲伊讲有3个人在找你，打着起来，落去，甲因去，起来，落去，甲因去，
毋免摇旗，因为是我找因起来、落去、甲因去。即三个行动指令，就指示彼得爱去行动，爱去实践。有时咱基督徒拢敢若想尔，我想讲爱听人，我想一世人也毋捌去听过人。我想讲我爱做传教者、传福音，想一世人也袂献身读神来。我想我著爱传福音，互我某物人、某物亲人，想规半步也无去传。各位兄弟，咱常常停留伫想，如果彼得停留伫想，抑阁想袂晓，即个故事就袂发生。好佳在彼得照圣神的指示，就起来、落去，对伊的所在爬起来，对伊祈祷的所在，对伊灵修的所在，对伊亲近上帝迄个真亲密的所在。咱讲属灵的密室啦，家己属灵真秘密的所在，对迄个所在起来，然后行落去，进到灵魂中间，然后甲因做伙去，就安尼，彼得进入到这三个人的对话，然后留因休困一暝，过顶天才做伙去。圣经甲咱讲，彼得毋是家己去，因为要去外邦人的厝里。即个代志无简单，后壁圣经有讲到，彼得有甲因讲，彼得甲因讲，犹太人甲外邦人往来进入因的厝是无下例，是无下例。简单讲，犹太人甲别个族袂当互相亲近，袂当凊彩进入外邦人的所在，这无下犹太人的呢。所以彼得过顶天甲因去的时阵，就邀请约帕的几个兄弟，做伙是共款信仰、信耶稣的兄弟，做伙去到迄中间，来关心因，也保护家己，因为要做见证。因仔伫遐做见证，讲彼得去遐所讲的是啥物话，保护彼得免得互初代教会遮的领袖来甲伊指责。彼得甲因去，看到一幕情景，当伊去到地，哥尼流做啥物动作？圣经第24节安尼记载，哥尼流已经调人组织侪侪人听候彼得。因伫遐组织好势，等讲员来。各位兄弟，即部分真要紧。常常礼拜的时阵，咱拢互讲员等；常常实体礼拜的时阵，咱拢讲道讲到一半，较行到教堂内底。若是安尼，你爱真细腻。咱看到哥尼流的态度，组织人伫遐听候讲员教。咱常常办布道会，人拢请袂来，足困难的，听福音足困难，甚至连基督徒，咱若邀请好的讲员来布道，基督徒也无要出席。哥尼流真积极邀请伊的亲人、好朋友，已经坐伫遐听候讲员来。当讲员行入来，到伫伊伫家庭所建立的即个真要紧的敬拜所在，咱讲家庭教会即款的模式。到伫彼得入来，伊全拍落去，拍拜，对讲员拍拜。哇！你看伊何等尊敬上帝的奴仆，总是即个动作是毋对的，是无下义的。所以咱看到彼得就甲伊讲：请你起来，请你起来。我家己也是人，你毋通甲我拜。彼得即个动作真要紧，真侪讲员真爱人拜，真侪有名的大布道家真爱人甲拜。如果有真侪群众甲当作神咧拜，造神运动有不止遐侪讲员嘛真欢喜，受着人呵恼，尻川皮翘起来。彼得还袂开始讲进前，看见人甲伊拍拜，
就甲高丽娘请起来，千万毋通，我家己也是人，毋通。然后伊就对因讲：恁知犹太人甲别族的人亲近，还是来往本是无合理。若是上帝已经指示我，无论什么人，毋通讲伊做粗俗、无清气。即句话是重点，真要紧，也正做初代教会非常要紧。决定外邦人会通领受福音，福音应该传到外邦人真要紧的根据。无论什么人，毋通讲伊做粗俗、无清气，因为迄是上帝指示必定的。圣神主动指示初代教会遮个使徒，原来上帝当作清气的，你毋通甲伊当作垃圾粗俗。彼得就问高丽娘：啊，恁请我来要做啥？高丽娘无客气，就将伊的经验摕出来讲。圣神安怎样感动伊？安怎样爱要求伊去找彼得？然后伊讲：你来真好，但阮拢伫上帝面前爱要听主所命令你隆重的话。阮隆重伫上帝面头前，你看即个外邦人偌敬虔。即款外邦人就是迄个时代，虽然毋捌耶稣，总是对上帝有敬虔的人，对上帝有敬畏的心，会惊上帝，尊敬上帝，总是毋捌耶稣基督。你的身边有即款人，拍算有，伊还袂捌耶稣，总是伊对神明真敬虔，伊有一粒敬畏的心，听候人甲伊宣扬正确福音，互伊认捌耶稣基督。所以高丽娘就邀请彼得来讲解主所命令你隆重的话。彼得就开始讲道，3、4节开始讲。但我真正知上帝无用外貌处人，独伫逐邦国见有敬畏伊的来行义的人，互伊欢喜接纳。然后伊就开始传有关上帝祝福伫以色列人中间子孙仔的话。伊将即个传统，犹太人领受上帝话的传统，甲伊牵到耶稣基督来传的和平的福音。简单讲，伊将旧约圣经真要紧的要点整理做是耶稣基督来传和平的福音。自安尼开始讲道，然后见证38节讲上帝甲伊三甲弟弟，见证耶稣拿撒勒的耶稣有能力医病赶鬼传福音，阁有上帝甲伊三甲弟弟。总是遥讲到耶稣安怎样受害、受定、死，然后对死人中阁活。彼得家己讲，伊阁命令阮传互百姓，干证即个是上帝所立定的，做活人死人的审判师啊！众先知也为着伊做干证。43节，即个干证就是：既若信伊的人，对伊的名得到罪赦；既若信耶稣的人，要伫耶稣的名来得到罪赦免。彼得搁咧讲道，还袂煞，44节安尼讲。圣神降临伫既若听道理的人，简单讲，高丽娘邀请的遮个亲族啊，遮个好朋友、趣味头尾，坐伫遐听讲道的人，逐个人拢领受圣神，然后用遮个腔口学了上帝最大，学了上帝最大。弟兄姐，咱特别对第2章跳到第10章来看。第2章咱看到遐个初代的使徒
因领受圣神，就用逐样的口口，用乡谈来讲上帝的大作。即个所在，外邦人、哥林女即帮人，因领受圣神了，共款用遮的腔口在讲，搁学了上帝最大，上帝最大，讲起上帝伟大的作为。第2章、第10章经验差不多拢共款，所以有圣经学者讲，这是外邦人的五旬节经验，这是外邦人的圣神降临节。如果讲第2章是犹太人所经验到圣神降临的经验，即款的经验也临到伫外邦哥林多即帮人，因也领受圣神降临。因所领受的现象，甲第2章相款。简单讲，上帝无用外貌看人，上帝看人是看内心。平平对犹太人的福音，也祝福临到伫外邦人。然后47节，彼得就讲：这人已经领受圣神，亲像咱伊甲做伙同行这的基督徒、信主的人讲，亲像咱这犹太人领受圣神。那彼得就讲，治罪会禁止用水甲因行洗礼，就命令因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。对安尼，因就邀请彼得甲因做伙住几日工。住几日工，就是表示伫遐甲因教师栽培培养，甲因上课，甲因造就。即段故事到遮，弟兄姊咱听到遮，你敢会明白一件代志？啥咱台湾人会当信耶稣？因为有宣教师去传福音，敢毋是？因为北部有马街，南部有马雅国，有侪英国长老教会甲加拿大长老教会宣教师对南对北做真侪工作，台湾人才通信耶稣。总是台湾人毋是犹太人啊，英国来嘛毋是犹太人啊，加拿大来嘛毋是犹太人啊，是啊，遮个宣教师会通信耶稣，就对即个所在开始。犹太人以外的族群会通信耶稣，会通领受福音，平平领受圣神的祝福，就对出来教会即个真要紧的记载，开始拍破犹太人的界限。即两名宣教学家讲 ，David Bush 伊就讲，宣教就是一款不断的跨越迄个边界，跨越你个人的边界。跨越教会边界，跨越基督徒认为，安尼是界限。这是内底基督徒，迄外口人，迄外邦人，阮基督徒，恁外邦人，搁咧分恁甲我。阮甲恁有差别吗？耶稣讲，调内有羊，调外嘛有羊。调内羊甲调外羊，耶稣拢要甲伊扣做伙。无你分外邦人甲基督徒，拢要甲伊扣做一伙，拢是上帝的百姓，上帝所听羊群啊！原来爱拍破界限，伫今仔日即个经文中，甲咱看到彼得大声拍破邻食文化的界限，食食是一款文化。上帝交代犹太人，这袂通食，迄袂通食。伊拍破即个律法顶头啉食的规则，过来，伊也跨越律法顶头所规定人甲人往来的规定。简单讲，就是犹太人甲外邦人袂当互相往来，总是彼得去人兜，去外邦人因兜，已经拍破即个界限，圣神催逼伊。就爱拍破啉食的界限，就爱拍破往来的界限。
然后伫即个过程中间，伫跨越的行动内底，圣神做工降临伫外邦人中间，就拍破圣神毋是独独赏赐伫犹太人那定，抑阁赏赐伫外邦人。整个宣告就是圣神主动的行动。顶礼拜甲咱讲过，咱过来6月2号是马街过身120周年。马街加拿大人，伊毋是死伫温哥华，毋是死伫加拿大，伊是死伫台湾淡水。伊为着听台湾人将福音传到台湾人，伊拍拼宣讲，拍拼教课，到尾啊熬着癌，差不多无法度讲话。到伫要过身的前1、2暝，抑阁不断看路，爱去教室甲学生上课，爱去教室带学生做伙考试，抑阁咧看念即阵学生，啥物人要继续甲因教？1901年6月2号，马街过身伫淡水。咱看见宣教师的疼心，就是伊愿意伫圣神的催逼内底拍破逐款的界限。加拿大人苏格兰的传统，血统真好的，去到台湾，愿意屈家对台湾人宣扬福音，学台语，讲台语，拍算阁比咱的子孙仔较有够讲台语。讲英语的宣教师，为着福音的缘故讲台语。台湾人为着会通出头天，拍拼讲英语，台语差不多要单调啊。已经有专家研究提醒，台语已经有危机，差不多要成做会消失的语言的其中一项。宣教师致意疼惜台湾人，学台语，对台湾人宣扬福音，拍破逐款的界限，为着就是要经验着圣神做工，将福音宣扬出去，见证到伫地极。加拿大打到台湾，英国打去到台湾，拢是真远的路走。总是因愿意跨越边界，伫150年前、60年前，遮尔长的时间，南部、北部拢拍破即款当时的界限，去到一个青疏的所在。其实马街出发的时阵，根本抑阁毋知影是要去台湾，抑阁咧悄找要伫台做工。伊有一个记载，安尼写。伊讲，那亲像有一个看袂到的力，将我扣福摩萨，迄时叫做福摩萨。本来若要派，是去到中国，去厦门，去汕头，总是那亲像有一个无形的力，将马街扭到福摩萨，毋是伫南部。去到北部，因为南部的宣教师甲伊讲，北部还阁无人传福音，马街的望就是到伫一个无人传福音的所在，去遐开始开拓，互迄个所在的百姓听到福音，得到救恩，会通领受主耶稣基督国活的祝福，临到伫。拍破界限，彼得的经验，传互哥林，传互初代教会，11章规定真要紧的原则，然后就开始福音进到外邦，有规模，有组织，有教会支持，开始派
福音的使者，亲像宣教师共款，到伫逐角落，亲像保罗因所做工作，会通将福音慢慢扩阔，亲像第1章第8节所讲的，独独圣神临到恁，恁要得到才能，搁伫耶路撒冷变犹大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要做我的见证。今仔日第10章，彼得已经行到撒玛利亚边仔遮个所在，就是该撒利亚，是属于外邦的所在。那下一个阶段就是到伫地极，就是指着世界每一个需要福音的所在。刘兄弟讲到这，你敢有感受到上帝嘛咧呼召你，上帝嘛咧邀请你，圣神嘛咧挑战你，亲像彼得受挑战同款。圣神甲伊讲，你着起来，落去，甲因三角去，起来，落去，甲因三角去。咱爱对咱家己灵修祈祷的所在起来，毋是顾家己若定，毋是家己灵性好就好，咱着起来。对祈祷的所在起来，对灵修的所在起来，对咱甲主三角亲近的所在起来，落去，进到灵魂中间，甲因三角度，甲因三角交陪，甲因三角谈论，互因有机会明白主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亲像彼得所讲的，就是既然信伊的人，对伊的名得到罪赦，咱就是要去报扬，互更较侪人信伊的名，通过信耶稣的名，会通得到罪赦免的祝福，得到生命透放自由，毋免惊死亡的威胁。因为咱的主已经替咱避万变，甚至面对死亡，咱也免惊吓，因为知影咱会进入上帝通过主耶稣基督替咱避万的所在，甲上帝永远徛去。即款的祝福，它会当藏伫咱家己的底啊，它会当藏伫咱家己的心内，咱家己领受若定，的确着爱出去，起来。落去，甲因三角去，出去，为着主来做见证。咱同心祈祷，听我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阮感谢你，通过圣神的做工，初代教会的使徒领受圣神特别的恩赐，用逐款的腔口宣扬福音。互逐款腔口的人会通继续将福音传出去，也看见圣神催逼哥尼流外邦人来找彼得，圣神催逼彼得，就要起来落去，甲伊三角去。通过安尼，福音临到伫外邦的中间，圣神做工伫外邦人的中间，也就是阮遮的，毋是犹太人的外族。阮也平平通过上帝的听，主耶稣基督对阮流出的宝血，以及圣神的感动临到伫阮中间，互阮平平领受甲犹太人的福气相款，会通做上帝的囝。主啊，阮要感谢你，感谢你竞选彼得遮的初代教会使徒，见证宣扬你的名。感谢你竞选每一个世代的宣教师、福音的使者，继续传承这个要紧的使命，福音扩传，也互阮伫台湾的人会通明白这个信仰。当阮有移民迁徙来到加拿大，恳求你也帮助阮遮移民的台湾人，成做本地祝福，继续将福音宣扬伫本地，伫加拿大温哥华，互更较侪人会通认捌耶稣基督。无论因是倒一个族群的，对倒位来，阮拢会通
用因会晓的语言，甲因交谈，将福音宣扬到伫因中间，互因信你的名，信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通得到罪赦免。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，阿门。